来继续来看侯友宜，今仔日是到桃园甲新竹，连赶着5场公开的行程，要来抢客家的票仓。侯友宜早起甲桃园市长张善政、新竹县长尤文科、苗栗县长张东锦做伙来参加着世界客家博览会，佮献学来献讲客话。侯友宜市长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会早去桃园，就坐伫咧桃园市长张善政和苗栗县长张东锦的中，除了比赞，侯友宜嘛不是和两个人伫咧饲母饲厝。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伫咧桃园起股，两大主展馆试营运，桃园市长张善政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新竹县长尤文科、佮苗栗县长张东锦拢有参加。乃是侯友宜，乃是客家人。我给他算一算。 全台湾的客家族群大概占全国的2成，新北市排第2名，67万，所以你请我来是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还没过来。 参观展览馆，侯友宜特别登单张东锦和张善政同齐行，不哩个朱立伦进前证实，有2-3位正副议长对支持侯友宜有不同意见，团结包括桃园市议长柯以胜。国民党所有的议长都坚定挺侯吗？ 我最近没有时间跟他们联系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想法。我想每一个议长都会为台湾将来能够更加的安定往这个方面来努力。那议长挺侯吗？议长挺侯。今天我们就是跟侯总统候选人一起。 成立这个妇女后援会。不哩个博览会这一场活动，新竹市长高虹安无来，是由副市长出席。6月7日，新竹县议会接棒，高虹安和侯友宜共台。当时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人伫咧日本，这摆人伫咧美国的郭台铭对参选敢若是烧卡捏手，准备好势。马方看作是国党主地兵的高虹安，敢讲是要票面和侯友宜共台。新竹市府是解说，因为有固定行程，不过嘛有真侪人对这件代志拢伫咧联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